哇耶！慢慢畫，慢慢畫，有25秒。好，開始。有些人用錢收買他，然後就做成交了。姐姐對你不禮貌。日常生活中，是不是有一個自己的判斷與思考？可以知道成績，或是知道哪？家用戶，它都可以看得到你的作品，這就是公眾頻道的意義。那這邊呢，我們也會特別講說，我們這邊呢會有一些舉辦公益性質的，還是藝文性質的社交類型的活動，都可以讓它播出。大家有看到這個字嗎？看不到，太小了嗎？來看得到這兩個字嗎？免費。好，我們公眾頻道的好處就是所有的你要上去上傳播出的內容都是免費的。然後呢，有看到嗎？政府機關、學校團體、社會民眾都可以申請播出，它是沒有任何的商業行為的。所以你們今天像上一批次有個小朋友，他就是把自己在玩